好，咁我哋發現一樣咩咧？就係話，如果我哋源自一開始頭先講嘅教養執念，OK，基於嗰種好嚴格啊、好認真嘅父母，好想一步到位去帶細路仔，唔可佢一錯嘅時候即刻指正，並且好想佢即刻做翻好嘅呢啲心態。好，呢啲咁嘅教養執念咧，好自然就會形成咗頭先講嘅十二類區嘅嗰種說話模式，係嘛？因為十二類區其實想做一樣咩啊？就係想即刻從行為上高，令到個細路仔做翻一啲你想佢做嘅嘢，係嘛？繼而咧就會引申一啲教養痛點啦。嗰個教養痛點係點出現啊？個細路仔大大下就唔想聽你講嘢噶咯喎。或者開始同你撐噶咯，又或者咧，你叫佢東就去西噶咯，係嘛？咁好多摩擦咧就會出現喺教養痛點呢個位嘅。當教養痛點呢種摩擦，即係每一次佢出情緒嘅時候，總係由情緒發展成為摩擦，以至最後係一啲對抗。細路仔可能係言行嘅對抗，亦都係沉默對抗啊！大家留意一啲嘢嚇，即係估埋拋衰啊，將啲唔開心嘅嘢，好似即係你見佢面有黑晒，你就知佢已經係即係心裏面對抗你，只不過唔出聲啫，係嘛？咁但係你知咧，只要屈積住咗呢啲情緒嘅時候，你跟住要佢做嘢咧，你發覺喐佢唔到咯，係嘛？甚至會產生更大嘅衝擊摩擦，跟住會發生乜嘢？好，呢度大家就要留意啦。究竟有冇發生喺你嘅細路仔身上咧？因為細路仔咧，其實佢同你嘅相處咧，經歷咗如果1、2、3呢個狀態係一直持續而冇被扭轉嘅話，你留意呢個細路仔，佢可能經歷呢個狀況，係嘛？細個當佢唔開心或者經歷咗一啲嘢，佢解決唔到，佢好想話你知。但係好想講一回事吓，我哋成日話咧，細路仔嘅語言能力未到，佢好想講，但語言能力未必足以幫佢表達。OK，於是就表現喺情緒上高咯，表現喺脾氣上高咯，係嘛？但其實佢最需要當時嗰刻係乜嘢咧？當細路仔出情緒、出唔開心嘅時候，佢最需要首先唔係父母要佢做翻好嗰件嘢，一定唔係啊，肯定係嘛？最想得到咩咧？就係父母理解佢。同樣情況喺細路仔身上，當有啲乜嘢唔開心嘅嘢發生嘅時候，其實佢最想父母係明白佢，企喺佢角度了解佢，啱嗎？但係當個細路仔佢一係表達唔到，或者佢表達到嘅時候，父母係用緊個十二類區。十二類區其實想做咩？頭先講十二類區，你只係唔係想了解細路仔咩？你其實係想個細路仔做一啲你想佢做嘅嘢嘛？咁用咗12條橋，即刻get it done quick fix 方法，要個細路仔順攤攤去做你想做嘅嘢咯，係嘛？於是耐咗嘅時候咧，個細路仔就發覺，哎呀，本來我好想講，但係慢慢佢發覺講都冇用，爸爸媽媽都唔聽，一係撒開咗我，係嘛？最尾嗰3項咪其實撒開佢住啦，一係就用佢一大套道理啊，一輪嘴咁一路講一大餐嘢，哎呀，點知越講個細路仔越煩。又或者嗰啲高能量頭嗰幾行，頭嗰4行高能量，哇，仲要俾你砌到佢咧，仲情緒仲低落。咁慢慢佢發覺，哎呀，我講都冇用，耐咗啦，去到一個狀況叫唔想講。嗱，大家慢慢留意你個細路仔有冇進入呢種狀態，因為如果你發覺細路仔開始已經有一種表現係已經唔想講嘅時候咧，佢同你嘅距離就開始遠得好交關。而如果佢又進入咗青春期，尤其是即係去呢個12歲左右啦，初中或高小啦，開始進入青春期嘅時候咧，而佢出現頭先唔想講話講都冇用嘅狀態咧，咁你要特別留意啦。因為當呢種咁樣嘅狀況再加埋青春嘅反叛期嘅時候咧，成件事會突然間惡化得好交關，即係佢會直頭 switch off 咗。一旦個細路仔裏面 switch off， 嗱，有陣時咧，你唔好淨係睇行為，你仲要睇佢個內心有冇 switch off， 係嘛？
因為有陣時嗱，個細路仔咁啊，如果裏面 switch off，但外邊咧行為上高，佢知道仲要招架你一啲嘢，因為佢知道，譬如你叫佢乜乜乜乜，佢連嗰下都唔應啦，仲俾你砌多兩錢肉緊，仲俾你鬧多兩錢重，咁佢口頭上高都會應下你，但個內心已經關咗機，呢個仲麻煩。得唔得？即係行為上高同你周旋近，但內心已經抗拒並且關機，唔想聽你講嘢。而只要佢嘅年齡進入埋呢個叛逆期嘅時候咧，成件事就會迅速惡化。於是咧，佢喺學校發生嘅任何嘢，佢唔會再想講俾你聽。你甚至你叫佢做嘅嘢，佢開始用一種相反嘅方式去回敬你。高能量嘅細路仔就明顯話俾你聽，我就係唔聽你講。低能量嘅細路仔就會用一種迂迴嘅方式話俾你聽，一係實問狗唔應，一係踢都唔喐，因為同